哈利路亚！咱做一届，咱做伙来用大声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的主，我微微有难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我无惊失水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无地高强会，有耶和华做我根基，全然拢得胜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典范，是我的灵根，都是予我仰头的上帝。为你死的有天堂，早起时就有欢喜。你是我的祝福，我的帮助。好，咱搁一摆敬拜的时阵，咱爱用咱喜乐的心，大声来学乐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的主，我微微有难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我无惊失水。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无地高强会，有耶和华做我根基，全然拢得胜。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典范，是我的灵根，都是予我仰头的上帝。为你死的有天堂，早起时就有欢喜。你是我的祝福，我的帮助。好，咱搁一摆来宣告，哈利路亚！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典范，是我的灵根，都是予我仰头的上帝。为你死的有天堂，早起时就有欢喜。你是我的祝福，我的帮助。为你死的有天堂，早起时就有欢喜。你是我的祝福，我哈利路亚！咱搁一摆来宣告。为你死的有天堂，早起时就有欢喜。你是我的祝福，我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咱要将音乐归给咱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是主是咱的照伴，是咱打时的帮助，所以咱用应该爱将这所有的荣耀，咱拢要归给伊。阿门好唔好？来，过一摆，用咱祈祷的心，咱做伙来敬拜。我为
咱嘴要来学老伊无煞， Amen 因为伊是丰盛的上帝，因为伊是赏赐福气予咱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在咱的生活当中，伊要将伊丰盛的恩典拢要赏赐予咱，予咱行伫伊丰盛的道路面顶。哈利路亚！你的名，保守你所定的，你保护，永远无离开，你将我对土门中扶起，放伫你听的双手，靠着信心我领受。你丰盛的应允，世界也微微手起，上帝美好旨意，靠着信心我领受，你的恩典袂改变，看见美好的应允，荣耀完全归你。保守你所听的，感谢你来听我，哈利路亚！永远无离开，你将我对土门中扶起，放伫你听的。好不好？咱行起，咱双手来敬拜伊，哈利路亚！透过直播，伫世界逐个所在来看永光教会直播礼拜者兄弟，圣神拢甲恁同在。虽然咱袂当伫台湾常常会当见面，但是透过圣神伊的溃烂、伊的能力，犹原甲美国、甲北京、甲澳洲所有每一个所在兄弟姊妹同在。当咱伫现场，咱的兄弟，这个是咱是祈祷的时阵。上帝，互咱有一个权柄，咱会当做一个选择。我要祈祷，也是我无爱祈祷。我若是祈祷，我就是将所有的事拢交托伫主的手里。我若是无爱祈祷，就是将我的问题甲拍伫遐。上帝透过咱，因为耶稣基督，互咱真多会当祈祷，会当敬拜百姓。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伫遮，会当敬拜，伊是咱的特权，阿妹吗？因为咱是上帝囝儿，是信耶稣基督的，所以咱嘛要用这个特权，唔拿伫遮敬拜，咱也要用这个特权来为着咱的世界来祈祷，特别继续为着咱即届的疫情来祈祷。虽然咱台湾上帝恩典满满，互咱真平安安尼过去，总是咱的心犹原少年伫国外真侪国家，因为疫情犹原是非常的危险。所以这个是咱要来尽咱基督徒的本分，就是为着世界来祈祷。我需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举起咱的正手，也伫咱直播进前才会敬拜兄弟姊妹，咱犹原举起咱的正手，咱要来为着世界疫情，求上帝紧紧来减轻这个病毒这个危害。这个是咱要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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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声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的灵，这个时接受我的重担。主，当你看见阮举手，阮为着世界受基督的事，主你的灵就充满阮。
会因的心，但是主你知影，主啊，不管是伫美国、苏俄、伫西班牙，主啊，中国，主你的灵伫因遐来运行，主啊，你的灵会同在，主这疫情就会真紧来去，主求你赦免阮，世界人伫你面前背逆的罪，因为主阮背逆你，阮无遵照着上帝你的旨意来行，你告诉阮人。透过十字来救赎阮，救赎阮才会软弱，救赎阮唔听见上帝遵行上帝旨意。主啊，你来赦免阮，也将这个医治放伫全世界逐个国家。多谢主你听阮的祈祷，哈利路亚！这个是咱来要为着咱的教会，过来有伫7月咱要宣告。这是咱第1年，咱要正式带咱的青少年，甲咱的小家去到伫屏东的庄骹，要伫遐有1礼拜的宣告。咱的老师请假，甲因的年假请假落来，然后咱的囡仔，因嘛拢报名要去到伫屏东的一个庄骹的教会，伫遐来宣告1礼拜。咱来求上帝，互咱的教会遮的老师、遮的囡仔，拢互因有智慧、气力，看见福音来到伫迄个所在是遮尔重要。所以咱由外举起咱的双手，咱来为着咱的教会，遮的青少年甲儿童的宣告，咱开声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主，阮为着阮的教会、阮的青少年甲阮的儿童，阮要宣告的时间，交伫主你的手。主啊，你讲，阮就爱奉着白领先生的名，主，阮爱去宣告，爱去传福音，主啊，做青少年，做囡仔。家庭因捌听过福音，主啊，透过一届，阮愿意离开台北，离开英国，到伫庄脚的所在来传福音。主要阮的兄弟姊妹，是安对阮祈祷背后上大气力，互阮靠着主你的信心，阮知这是你为着阮所备办大陆的要道路。主多谢你，多谢你的听我的祷告，搁听我的祈祷，哈利路亚。专心来敬拜咱的耶和华上帝。